咱台湾是和印尼有合作咧掠诈骗集团，进前伫印尼有掠到涉嫌网络诈骗的外国人，其中有上百个是台湾人。咱的刑事局经过清查，发现这上百人内底有11个通缉犯，昨暗全拢互押回来台湾。尾号，做第二个，加号，做第三个。押回台湾的嫌犯被要求出来接受身份确认，而且唔但爱详细抄身边，还有全副武装的特勤队员戒备。这11个人都是进行伫印尼被掠诈骗的嫌犯。刑事局甲印尼启动跨境合作机制，带印合作遣返通缉犯。测试暗时9点15分到桃园机场。本局经过清查目的之后呢，发现有11个是我国的通缉犯。经过我们驻印尼的联络官积极的协调之下呢，我们在印尼官方同意并协助这个本局派人前往做这个押解的这个动作。10月10号，这查某的11个台湾通缉犯，就是印尼巴厘岛移民局顶个月27伫一栋别庄内底掠103个外国人，因其诉做跨国网络诈骗。原本就是这人拢回台湾来，不过后来证实有102个台湾人，也有一个嫌犯是香港来的。bertempat tinggal di villa untuk melakukan kegiatan yang mencurigakan. Yang kami duga adalah kegiatan yang melakukan kejahatan cyber. 照咱的法律，个人伫外国犯罪，本刑3年以上，或者是针对诈骗集团的加重诈欺罪。台湾共款有对诉权，除了这11个通缉犯，其他91个台湾籍嫌犯，最近这几天已经陆续坐飞机登台湾。记者综合报道。